面睡觉特别有滋味。别人是听到特别有滋味，你怎么连睡觉也特别有滋味啊？知道了，在教堂里睡觉是在神的怀抱中睡着，多好啊！在地上的时候睡着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入眠，多好啊！你们真是很特别的一家人啊，有爱钱的、爱民的、爱吃的，还有爱睡的。我忽然觉得好像一根锤子重重的往我的头上打了下去，当头棒喝。圣经上说，在耶稣基督里，你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事情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这时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把你眼睛闭上，我们有点安静的时间，来思考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。美好的夜晚，牧师要来祝福大家，请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要领受上帝的祝福。现在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在圣诞节的前夕，我们约书亚牧区所有的小组，还有邀请了好多我们的好朋友，一起来庆祝，一起来欢乐，一起来感谢主耶稣你的降生，就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。所以当我们做这些活动的时候，我们更乐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。感谢你今天有很多新朋友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我们不只是欢迎这些新朋友成为我们的客人，我们更欢迎这些新朋友真正成为我们富强教会大家庭的一份子。
因为我们要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，主耶稣的爱，主耶稣的恩典，主耶稣的祝福，要在我们一生一世当中都每一天跟着我们。